国泰金控甲拍假幕连续4天举办反毒学科电竞比赛，吸引全台2560间学校，将近13000名学生来竞争。台南市的新营国小、新民国小以及复兴国中拢组队参加。我们透过闯关的过程里面，也了解了一些对于毒品的知识。我们都讲嘛，要先认识这个毒品，要试毒，它才能剧毒啦吼。比赛借着趣味性的操作，搭配着课程内容甲反毒议题，学生除了本身爱有基本的学科能力，更重要的是自主性的练习、讨论甲团队合作，才会当赢伫比赛。其中新民国小就包下3个冠军。我们有用心的老师，跟认真的孩子，因为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竞争所以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，一个过程，他们学习的这个经验，我觉得才是很可贵的地方。这个过程其实的确是激励小朋友，在不管是在反毒知识的获取，或者在学科的这个本质的努力上，其实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激发啦。另外，新营国小也得到5年级的季军。教育局除了肯定以外，也会持续推动反毒教育，防治毒品进入校园。台南市民生会采访报道。